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就来讲，大家互相研究求进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研究的研，研第二条。这个研本身就有外好有的意思，嘛会当讲是进一步详细去科考。这个鼻音读做研药啊研的意思就是磨，像咱讲研药粉。另外，这个研嘛有教着的意思，像讲动物互车教着，咱会当讲是互车研着。另外，古早这个研有一个较特别的意思，就是用喙齿甲好断，咱讲用喙齿研断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研药，这个意思就是甲药啊磨做药粉。第二个词读做研究。代表了解代志的真相、规律、性质，嘛有互相讨论、互相参详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对食品有淡薄仔研究，伊知影讲食果仁对咱的身体有好无歹。要过伊喙齿较无好，特别去买研药的证据来研果仁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研，这是鼻音；文音读做研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